歡迎大家，今日我哋嚟聽下明明嘅故事。明明係個好乖嘅小朋友，但係佢有一個大秘密。明明好想做個乖仔，所以就算同伴小文搶咗佢嘅玩具，佢都只係夾硬笑。點知小文又整爛咗明明砌好嘅城堡，明明好委屈，但都唔敢出聲，身體開始變硬。慢慢地，明明成個身體都好似橡皮咁，又硬又凍，連手腳都喐唔到，真係好難受。媽媽帶明明去睇溫柔嘅麗莎醫生，醫生用放大鏡仔細檢查，想幫明明揾出原因。醫生話生氣其實係好正常嘅保護機制，好似茶煲排氣咁，一直忍住身體就會變硬啦。喺醫生鼓勵下，明明學識深呼吸，嘗試用說話大聲講出自己嘅不滿同感受。返到學校，小文又踩到明明張畫。呢一次，明明勇敢咁講：你踩到我張畫，我好唔開心。小文即刻同佢道歉，奇蹟出現啦！明明嘅身體慢慢變翻溫暖、柔軟，回復晒彈性。記住，適當表達憤怒先可以保護自己。我哋一齊做個健康、快樂又有溫度嘅小朋友啦！